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足甘心。台语安尼写，足甘心，非常的感激，对别人所做的代志，感觉真温暖、真感动，就是足甘心。后生新妇真大心，好事大人足甘心。这份朋友的情谊，赢过兄弟之情，实在足甘心。这间公司的头家足甘心，事事项项拢替员工设想，而且福利好，薪水阁悬，员工带真会调。足甘心的足，非常、十分、很、怎样怎样，就是足。像讲日头足炎的，炎甲会加人；天气足热的，热甲白无路；代志足济，济甲做袂了；鸡汤足烧的，烧甲会烫舌。这个足，伫加强开口的同时，有蕴含一寡情绪。伊迄个人足可恶的，这件代志足麻烦的。误会囡仔足厉害的，你甲我误会，我足伤心的。过来，伊穿安尼足好看，这个所在足好耍，迄味药草足神奇，这间肉圆足好食。啊，亲家甲亲母足有诚意，头家娘足有北长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足甘心，实在真趣味。